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阿群妹好，先爱来同大家讲半夜班就爱到了，大家半夜班快乐哦！有想到讲半夜班爱做嘛嘅事情冇？冇想到还冇相关啦，唔过啊，东西还系爱食，啲半夜班请对时诶，购置系嘛嘅，冇唔错，就系有诶，做得一片棒配肉，一片食也有诶，韩国还做得拿来送本零沙啊，亲戚朋友也得。故说今日福喜来咧，听说爱同大家来小结一下，请对时的优惠，韩国系品质清好的优惠，细细嘅讲了，欢迎今日节目第2位来宾，佢讲佢自己系陈家西龙、陈木西龙，欢迎富泰哥，欢迎。您好，大家好，我是苗栗的陈家女婿傅庆华今天来介绍我们家自己栽种的无毒的文旦柚。嘿，不过富泰狗，你吃到我面说哦。我现在觉得你可能你是有顺便去兼职当临时演员，是不是？没有。你上次出现在你福喜来一个样旁地度，你是在介绍你们家的快乐鸡生的快乐蛋，对不对？是。对，那怎么现在突然间你知道又跑来 sell 给优惠嘞？是，其实我们家的那个土鸡蛋就是叫柚蛋。对。那字其实是从柚子这边延伸出来。姑说你们有这个种柚哎。是，其实柚子是比我们更早。那其实是在我还在上班，在新竹园区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对。那常常回到我丈人家，就是我岳父那边去帮忙柚子。那发现说在这柚子的过程中很辛苦，但是每到采收完，那很多批商或者是说人家来买的价格，是，甚至是行口，那价格真的是蛮低的，真的是。那辛苦一整年，肥料钱、工钱，但是收成却是拿到不多，对。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接触这个柚子的部分。对，所以其实，你自己看到的很多小农，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盘商，就是因为盘商是大批的购买，是，所以那个量会被压得很低，是非常低，对，有些甚至已经快接近中秋节的时候，那价格真的是很惨是，所以其实这个盘商相对来讲会吃掉农民的某一些大部分的利润，这部分的话很有机会，那就其实取决于在盘商本身，他们想要赚多少钱。对，因为很多时候价格是由他们去做制定的。那我们这边小农像我们这样种下辛苦下来，很多时候变成是只能听天由命。因为可能农民自己某时间去卖，已经没有这个力气去做行销了。是，但是你就是自己就回来帮你的岳父，是，对，来做行销，而且其实自己也有在种了，对不对？是，也在帮忙。就是你是全职的农夫，一边顾那个鸡，还要顾鸡蛋，还要再顾柚子，对不对？那因为柚子的话，它的特性是很简单的，但它可能就是要除草，要去施肥，对，要去修枝，要去疏果，要去照顾它，它的时间是可以片段的。因为每一年挑田都要在整个柚子园里面忙碌，它其实是部分的，你只要定期去照顾它，忙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时间，你看是最忙就是采收的时候，对，采收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是，不过像我们看到大家都讲柚子会讲文旦嘛，是，那到底文旦它跟柚子有什么样的关系？文旦就是柚子吗？还是说它其实有其他意义呢？其实。在我们现在普遍认知，柚子就等于文旦，因为大家就拿文旦柚来送礼，对不对？是。其实我头摆有看过资料，他是说其实柚子里面有非常多的品种，那文旦是最好吃的品种。故说大家就会拿文旦来送礼，所以大家就变做亚哈讲，半夜班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就来吃文旦柚。是没错。对，所以文旦它。应该说是一种品种了，对不对？没错，严格来说是品种。其实柚子它分了好多种，那有土柚啦，那也有像西施柚、蜜柚，这泰国那边的品种西施柚，那还有一些大白柚，对，那林林总总很多的柚子，是。那因为我们很简单的，大家所知道、所接触的，最后文旦就变成柚子的
代名词，快要变成代称的那种感觉，因为台嘎都是文旦。对，不过其实台湾也还有其他种品种的柚子有在种植，有在贩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呀，它台湾台口有哪几种柚子吗？是。台湾的话，它其实本身除了文旦以外，还有大白柚。大白柚就是白柚。那它就是采收期是在中秋节之后，重阳节的时候。那近几年来，比如说还有西施柚。西施柚是比较圆扁的那种，它比较小，它跟葡萄柚再大一些些，比葡萄柚大一点点。然后它的皮是它有2个品种，有绿的跟黄的。对，但是形状如果是圆扁扁的，可能就是西施柚。是，那果肉是红色的。果肉是红色的。那它采收期是会接近于大白柚。所以全部这亚用种因为都是在中秋节之后才会采收的时节的柚子，大概重阳节前后。对，古手第半夜班最对时的就是我们的。文旦，没错。古时候咩迄可能迄咩迄因为安尼，因为又好生，韩国时间又长，所以呢文旦变成半夜班太家听说会生嘞，因为迄听说这得拿来送太家送礼耶，对不对？当送礼的。是。古时候娘夫卡种的柚子，你们种的柚子就是文旦。是没错。不过听说啊，你们是文旦，不过黑假呗哦，是用接枝的方式。是没错。其实台湾很多的柚子，它就叫土柚。它在幼苗大概在种植之后2年到3年，它都会去嫁接过麻豆那边的文旦品种。种植之后2年到3年就拿去嫁接，可是6年到3年，那不是还很小颗吗？是，还是小树。趁它小树的时候去把它嫁接，这样它的生命力会最强。所以其实亚种柚的加被红色同你一般理解的我理解的像是梨耶，我们的台中的这个东市的高阶梨，它接的方式年本的梨耶酥，就是可能你拆梯本土的那种土梨子，对，初梨可能已经长到大树了，然后它再从芽点开始，对，新枝去嫁接，新枝去嫁接，那跟柚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柚子的部分就是头的下部是土柚，上半部是文旦柚。是，古时候你呀，它中呢，总共有2片梯。是，对，一片是在就是你原本是我岳父的，就是我柚子的发源地，我接触柚子这一块的发源地在苗栗的苑里。是在苑里这片。是，那个一单呢？那另一个就是我们苗栗的柚子的重镇。在西湖乡，对，西湖出东都柚哎，是没错。所以这2块地的柚子一样都是从土柚接成，是，没错，文旦柚的，是没错。韩国你喊有讲吼，两个柚嘿，我们讲。闽南语讲老长啦，但是你看发讲老头，到底这个老长啊、老头的按呢柚的树跟一般的柚的树有嘛个某共用？其实老长的定义，它是在它树的年龄，也就是说我们当嫁接完种下去开始，那一般认定是在30年。30年，30年也太久了吧？是没错，都快到我的年纪了。30年才能算是老长，才能算是老头的柚哎。没错。因为现在很多外面的柚子啊，可能都会说啊，我们这个是老长，或者是很多箱子卖柚子的箱子，就直接印着老长老头的那个字样上去。是。对，那其实到底老长它的优点或它的特色在哪里？其实老长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会跟新种的，一般我们新种的那个树，那吃起来口感可以的话，大概在7年到8年。7年到8年就还 OK， 还可以，但是它的果就会比较大颗。对，然后随着它的年纪增长，它的果肉、果实会慢慢的缩小。果肉跟果实都会慢慢的缩小，会变得哈色了呀。是。对，那像我们有50年的，大概就是我拳头的再大一些。这样按你台听听，拳头大。对，再大一些些。拳头大一些些，听听。那我觉得这样子吃柚子好辛苦哦，你知道？是。那要剥柚子，然后剥完枪一塞了呗。是，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啦，太嘎生意味不一定要挑大颗的，对不对？是，应该说要挑大小适中，或者是小颗一点，其实没关系。是没错。对，因为这样子比较有可能挑到老长的露头的柚子。是。那其实大颗有大颗它的好处，不要说大颗的就不好吃。那大颗的话，它是第一个果肉，就是果肉它会比较多，吃起来有那个口感会像那个吃那个柳丁的感觉，对，感觉好像果肉比较脆，比较嚼劲。对，它会有一颗一颗的那果粒分明，果粒会比较分明。是，那那个老长的部分，它就会比较甜度，比较软湿，比较软韧。哦，古时候其实冇享用太细露头的柚味有露头的优点啊。如果是长得比较新的柚子，它也有起家的体色、起家的风味、起家的口感。古时候今日也是柚子小教室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这个转来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中意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愛同大家來分享苗栗咧好食的柚味，韓國係呀東河東站的西龍種出來，聽說他的岳父幫忙買，而且其實品質經營得很好。同大家講一下，你懂堅持，就是一定要用最好是用安全的種植方式來同大家分享那個柚味，對不對？為什麼你一定要這樣子堅持呢？因為其實很多台北的農民啊，他們可能習慣用慣行的農法，是沒錯。對，那因為有一些輔助嘛，這樣子它的果實果肉都會生長得比較多，也減少一些環境的因素。是。那為什麼你現在是想要朝向無毒，或者是其實你這就是正在進行無毒這個方式？其實我們在這幾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自己的做法。那我要走出一條跟我們別人不一樣的路。那第一步是從慣行農法變成是慢慢的是用低用藥。低用藥是，就是農藥的次數使用次數降低。我有一個疑問，是，它是有辦法直接從慣行農法跳到無毒農法的嗎？這樣中間會經過什麼樣的過程？是可以的嗎？還是說其實中間要經過一些陣痛期、適應期之類的？是。其實我嘗試過一次，在我們苗栗造橋那邊，那一次是很慘痛的經驗。原本1萬多斤的柚子，直接從慣行跳到無毒，那個收成落果很嚴重，1萬多斤只收到3000多斤而已。這樣是什麼樣的原因？為什麼會落差這麼大？是因為慣行農法它本身是用一些農藥或者一些它的科技的方式，對，讓它的本身的着果率跟一些它本身的樹的健康，把它 keep 住，就像它是在住院觀察。哦，對，那一下子從慣行跳到無毒，你會經歷1年到3年的陣痛。所以其實如果一下子用跳的，會經歷過陣痛期，因為可能加個書、加個奶症，都不是在最健康的狀態，因為長期用藥。是，所以其實反而要用漸進式的方式，先從減少農藥、化學肥料的使用，然後再漸漸的再開始跳到無毒的方式。對，沒錯。那我的方式是採這樣子。對。那不代表我講的就是絕對的，因為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呢。對。那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是蠻辛苦的，因為你要去摸索。那也其實也蠻感謝我們苗栗西部很多人的給我的資源，他們的一些經驗跟我分享。哇，唔講係兄，因為你係接呀，就是接你岳父的土地來繼續種嘛。是。那你岳父之前在那塊柚子園是用怎麼樣的方式來經營？他之前其實在10來年前就開始用降低農藥的方式在做了。哦，古時候農作就開始有按呢個呀。是。所以你接手就是岳父的那一塊土地，相對來講操作無毒是好操作的。是，所以他是今年開始就完全沒有農藥，但是收成還是蠻痛苦的。對，還在陣痛期當中。是，因為它的外觀、皮的外觀跟各方面狀況還是需要去克服的。比如說，如果說你是無毒種植的，皮的外觀會有哪一些狀況嗎？可能它就會比較有那個結痂。啊，
结痂，或者是说它会有虫咬，像这个就有对一个小洞洞，类似，对，这个是已经筛选过比较好一点的。哦，不过其实像这样子的虫咬啊，它会吃到里面的皮肉吗？其实不会，对不对？对，因为幼的皮其实冻盆，是，故说用某土的方式来种，其实跟其他果实比起来，它的虫害的影响率是不是比较低一点？是比较低，对，除非是果蝇它直接已经。它的那个幼虫已经钻进去了，那就没办法。那就没办法，可能底部就会有幼虫，会不会有虫的呀？是。哦，对。那在树本身呢？因为其实树的孔天没懂虫也有。那其实像优维亚种，就是芸香科的这种植物，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虫会专门吃这些植物的？它会有天牛的幼虫。对。那天牛幼虫目前没有特殊的药物，除非你是用禁药。因为2年前禁掉了，对，它对环境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对，那现在只能土法炼钢，用铁线去把它抓出来。铁线为什么要用铁线抓？因为它会去果树里面的树头去钻一个洞啊，然后去铁线把它弄出来。哦，古时候夹个幼虫来上海呀树诶，上海树诶，可以用直接侵入树里面，那可能在树干中间。是。古时候夹个树诶，运送水分、运送养分的那些维管束可能就会不给破坏它。是。那棵树就会生病，你就会看到那棵树病恹恹的，它不会翠绿，然后它的叶也不会茂盛。对，古时候除了像是天牛这样子的病虫害之外，那其他的病虫害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目前大家比较常用的，第一个就是酵素，就是用本身的花果酵素。所谓花果酵素，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素食的厨余，就是果皮或者是果肉。对，但是不能含有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因为它会腐坏。对，这样子的酵素要怎么来驱除虫害啊？是，那其实是说它经由浸泡，那之后会变成3个月后，它就会变成酵素。它其实是微生物去分解，无氧的分解之后产生的一个养分。那这是一些病虫害它比较害怕、不喜欢的。是，我它感受会利用酵素稍微减少一点点。是，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比较采用有机的那个制材。所以有机制材就是说用一些让它本身它的害虫它本身受伤，或者是它不适应而死掉，或者是抛离。比如说像苏力菌就是有机的做法，有机农法，他们合法使用来驱除病虫或者是消灭病虫的一些方法。是原来係按呢，古時候其實也有嘅啊，真嘅唔係按簡單。你看種咩冇按簡單，我照顧佢咩冇按簡單，我用無土嘅方式來種，還卡冇簡單。古時候今年搶到了這個柚子專家來，我們柚子小教室又要來開課啦，來同大家講一下，如果我們去外面挑柚子，買柚子的時節，我們應該要怎麼挑選才能挑到好吃的柚子呢？是，其實好吃的柚子像我們這樣子的柚子，這個對。它就是第一個屁股要比較大一點，屁股要很大，對，然後它有一點圓錐形的，圓錐形的感覺，這樣子的狀況是最好的。那像另外這一顆比較大顆的，來我來換大顆的，是，它的話皮就會比較厚，皮會它薄，是，然後上面會有一層。就是那個，就是有一節的感覺，有一個落差。對，按那個上面就沒有果肉。對，那你老長之後就會變成剛剛那個上面越來越短。老長就會變成上面的那個腰身會越來越短，就是了。對，沒錯。所以老長跟新長其實是可以這樣子分的。是，那現在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它的我們3年一大修嘛，柚子一大修，修枝之後我會吐的新芽。對，吐的新芽它也會偏向於。新長的那個會比較大顆，對。嗰時候其實雖然它是老長，其實肉體會輸誒，不過因為佢有新參筍，是。嗰時候佢上的葉尾也是算新的，所以它其實也會稍微大顆一點。那大概2年到第2年到第3年，它又會慢慢的轉換成這樣子，就是又會變做老肉體味。是，它不用等30年了。還好，
好，不然我想说，乃唱一条行顺，我又要等个30年，那我不就等到花儿都谢了？是，对，对，所以其实柚的除太阳爱讲爱偷以外，爱糖讲你买柚的真了要放一段时间，不要马上吃，这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柚子本身它是富含一些维他命，再来就是本身很多水分。那它刚摘下的柚子，它基本上是有酸有涩。对，那再来就是说它有浓烈的那个精油，就柚子精油的部分，它会带有点苦涩味。那在果肉也会吗？果肉的话是还好，但是还是会吃得到。那经过大概3天到1个礼拜的持水，那就要看当时的气候。那如果是比较干燥，可能大概3天4天，它口感就会慢慢转换。对，而且刚吃的水分跟吃水之后水分也会有差。水分也会有差。是，它本身在果皮的那个水分会回到果肉里面。哦，是一个保护机制。对，因为像是因为埋种了可能砰砰，就是人家讲碰皮薄薄的那种感觉，根本不用一段时间，它就会有点像是萎缩的感觉。所以那其实不是坏掉，那其实反而是最好吃的时候。是，没错。那像我们的柚子，那基本上如果没有摔到，没有蚊虫的，应该讲说没有果蝇的叮咬，我们柚子基本上放3个月没问题。3个月没问题，对，这就是自然农法的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对。古早太太爱记得咯，爱偷柚的吼。买进来，爱好色，听说爱经过一段持续的时间，好，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群阿權妹，今日阿權妹愛同大家來小記嘅係噔柚喂，美麗媳婦吼，這個柚子沙龍最優質的女婿種出來嘅好柚喂，阿權妹也下就來試看啊。其實亞基已經算是露頭了，對不對？因為它的果肉其實也是感覺起來是很緊密的，是，然後是很細緻的，是。这样子就是算是老长露头的。我们这已经40年了，不止30年。哦，40年了。是。这么成长了这么久的柚子，阿 Q 我听说了，好好的品尝一下。是。很多水耶。是。而且是好甜，完全没有苦涩味。是，没错。好好吃哦，这如果冰过一定更好吃。是，没错。像其实我们这样自农法的发展的到现在，很多人其实他的柚子需要吃水，但是在我们陈家女婿的柚子基本上不用，尤其是我丈的那边，其实现场吃就已经非常好吃。是因为它够老吗？应该讲说我们顺应自然。对，那给它该给的养分。比如说，我们用酵素去施作，去照顾它，那给它最好的环境。对，像你刚刚上一段有讲到，其实因为对你身体很以后的一种构质，对它，你刚刚说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之外呢，因为其实我觉得吃柚子那个。感觉胃肠消化非常好，是因为柚子它本身它有很多的那个纤维素，那其实很多人说柚子不要吃太多，其实是正确的，那我会建议说，少量多次，对，因为它很多的纤维质，你吃太多反而会造成肠胃的蠕动过多，可能有的人比较容易跑厕所，是，那肚子就会胀胀的，对，那其实品尝。2、3片或者是3、4片，那休息一下再吃。对，一下也是2、3粒安呢，是太好吃了，一下子忍不住吃太多。那很多客人吃我们的柚子都是一次就吃掉1颗，因为太好吃，是忍不住。是，那其实柚子它本身有很多的营养素，它维他命 C 是柠檬的3倍。哇，是，但是它吃起来不酸呢。是，那再来就是它有苹果7倍的柠檬维他命 C。是，古时候也会饮用浓厚的一种构质。是，不过在饮食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食材搭配上的禁忌。是，那其实柚子它本身有含蛮高的那个钾离子，那所以它一些肾脏用药、一些西药，它是会一种叫做酸碱中和的影响。
骨头大家要多多注意哦。假使讲有食食药的话吼，每一下身上食药油的会不会有没有什么交互的影响？大家要来问清楚。唔单枪按的油的，唔单枪做的食，其实也还有懂人就会老油的拿来用。傅大哥也是把柚子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是用不要的地方是废物利用，对不对？是。像我们这个，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蜜饯，是不是？我来不是，这是那个酵素哦，对，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哦。那这是要未来做我们的清洁剂，对。那再来就是它可以用在我们浇花。浇花，对，浇花给它养分，那驱虫用的。你不是说它是清洁剂吗？怎么还可以拿来浇花？它是天然的清洁剂，对，就是它的本身有一些那个柚的那个香精，对，用柚子的柚皮的那个精油。是。那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原则：1:3:10。1比3比10，是。那料是1是那个黑糖，1是黑糖，好好吃的感觉。对，1是黑糖，那3是果皮，3是果皮，是。那10是水，10是水。比如说是1公斤的黑糖，3公斤的果皮，那10公斤的10公升的水，10公升的水，依照这比例去做。1:3:10，但是因为我看那个底部的柚的皮啊，它比较像是切块的，是。但是我之前有看过另外一个做也是柚子酵素的方法，它是用皮，是，它只削皮的那个精油，是。这两个做法有什么差别吗？基本上我们这是用在浇花居家用的，那一种的话是比较又更细腻一点的，那种可能就是专门是用来做清洁剂呀，是，对，所以这个是用来浇花的，对。那这个浇了之后，因为它会经过一些发酵，那发酵之后，它是果树或者是花草很好的养分哦。对，那它可以浇在泥土上面，也可以浇在叶面也可以，是因为它可以叶面吸收，那吸收更快。哦，爱老豆公，因为一般人家说像是肥料都要尽量浇在叶面上面，因为它可能会太酸，就会让它的叶面表面会有一点点腐蚀。是，不过也唔会，按哪些天然的酵素反而是可以让它的叶面直接做吸收。是，然后还有一个比例上的使用，大概在它使用这个在3个月后它才会成型。所以做好以后要不用3张年。对，就把它密封，不要让它动，在阴凉处3个月。那在使用上，比如说我们在洗碗筷的部分，那你用1:300的水。1:300的水可以稀释的这么淡？是，就1:300。那如果你吃的比较油腻，可能就1:200。1:200。是，那在用在花草的部分，如果在土壤浇的部分就是1:500。那如果叶面的话，可以到800到1000。哇，所以其实按呢，它是真的，你真的有试过吗？有。因为我想说，我之前看到的方式是柚子皮的精油，它是拿来浸泡，然后它之后还是会加一些可能比较天然的起泡剂。是，对，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本己做的来清洁，可以来清洗。但是你这个就是黑糖、水还有柚子皮，这样子是可以拿来做清洁油污的吗？是，可以尝试看看。你有去嘎吃过？有，可以。真的假的？是，而且这样子其实应该也可以拿来洗水果，对不对？因为有一些水果可能会，大家怕洗不干净。这部分我还没尝试过，所以我不敢乱讲。好啦，这是我想的啦。是。你看，香港因为做在7盘，可能也可以用来洗水果，这是我自己讲的，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去做哦，好不好？除了这样以外啊，你要得为因为是女婿自己来。回来家里经营，天数七改帮忙自己的岳父经营，那名字也取名了很可爱的名字，就叫陈家女婿。是那当初你们就是以品牌来打造这个你们家本来岳父的柚子园了吗？是，没错。对，那现在其实面有洗呢这个礼盒包装，同太改了福用很可爱耶。是。对，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把就是这个印成 Q 版的卡通造型？因为人没有长得很帅，所以用 Q 版会比较好看一点。但是表示这个是你们一家人的爱，没错，种出来的。是，因为会叫做陈家女婿，其实是要去，因为这些柚子树在院里部分，其实是我丈人的爸爸，也就是我们的阿公，他种的。对，那我也其实可以叫做苗栗富家。
也可以叫其他名字，真的是一家人呢。是，那所以我用陈家女婿，那我用 Q 版的是，其实是我也希望我们全家人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当我小孩长大了，我老了，这柚子树他可以接手。至少这图像里面，他们有在他们里面。真的，是。韩国爱吃到亚柚诶，唔但像本富泰狗，你鬼不卡你感情变得很好。其实它也是串联整个社区。听说你们社区里面还有一个护柚行动。是，没错。护柚计划，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它其实是说，因为近年来的状况，经济状况很多起起落落。那在我们苗栗西湖。它是每年有160公顷的耕地在收成柚子，是，所以我每年大概有上百万斤的柚子在产出。那在这个情况下，那很多小会去偷我们的柚子。我有人偷柚哎。是因为柚子很简单，它只要在白露前后1个礼拜，基本上都可以采了。所以它只要看到相中目标，全部就给你采光了。哇，是，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西湖乡在之前大概40年前就有规划，我们要去选定柚子是我们西湖乡本身的一个作物，所以道路设施各方面都有诸多的经费去挹注，所以来西湖偷柚子是很方便的。但是现在你们就有这个大家一起互相帮忙，有点像是守望相助的这样子的计划。是，我蛮感谢是苗栗通霄分局分驻所西湖分驻所，他会派警力来巡逻，加上我们地方本身的那个巡逻队，对大家起力来维护我们这个柚子。对，古时候大家味道吼，一本各位乡亲朋友收到好的柚诶，好品质的柚诶，古时候大家全部用心用爱来照顾一条柚诶哦。古时候大家半夜班千万要记得爱买柚诶，七家生韩国妹做的送亲戚朋友。今天谢谢傅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安子好，谢谢你。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听的运通先生，向下来做运通了。